梁國雄議員，主席，一個孫九招造成嘅禍害就好清楚啦。咁你仲要加多一招就係撤銷租管，初頭就俾佢哋即係容易啲收樓。咁啊，梁振英講過好多次㗎啦，就話冇時間冇地。咁你租管幾時恢復咧？因為我落區咧，好多人咧苦於呢一個即係住劏房啊，以至住板間房咧，都係天價嘅。咁呢個問題係完全唔使你哋用錢，你用政策搞掂嘅。你有冇考慮過？因為你哋嘅房津每一次被加咗之後，對嗰啲即係低收入者咧，俾個業主好快食咗啦。你幾時做呢樣嘢？唔使錢嘅。局長，主席就喺過去呢個撤銷嗰個租管，即係嗰兩個部分咧，方面租金方面嘅加幅嘅管制，第二就係話嗰個租住嗰個權方面嘅限制咧，就其實都係經過咗社會上好大嘅辯論，亦都喺立法會通過相關嘅修例嘅時候咧，好大嘅辯論嘅。咁剛才梁議員提到咧，亦都特首喺立法會都回答過有關問題。咁現政府咧係無意係重新引進當年嘅租金管制計劃。不過咧，我哋對嗰個租金嘅走勢的確好關注。咁近期咧，我哋都留意到咧，就可能因為整體個樓市嘅變化啦嚇，咁所以咧租金似乎咧都係停咗少少，但係咧我哋都要睇得緊啲。咁至於話對一啲低收入人士，如果佢面對好大嘅租金壓力，有咩可以幫到佢咧？咁的確我哋喺呢個扶貧委員會啊，或者係關愛基金咧，我知道咧都係有去探討呢方面。佢冇答到我個問題啊嘛！你就算係不停倒個水落個碗，個碗穿窿噶嘛，因為你容許啲業主加租同埋令個租約係短約啊嘛。梁國雄議員，其實佢答出嚟嘅，不過你唔中意佢答案啫。唔係，嗱佢有講嘅，佢話當年經過好多共識喺度通過，嗱呢個我唔同你拗啦，我當你係真嘅。而家人哋個都已經話呢樣嘢係一個詬病啦嘛，你唔去主動做呢樣嘢，使唔使我寫一個私人法案嚟做啊？咁你嗰陣時會唔會俾票我啊？又使唔使拉布啊？你唔做我做得唔得？你俾一句啦。如果我寫一個私人法案改你嘅嘢，嗱呢個一定得㗎啦，因為我唔會。我睇唔到政府可以阻到你做一個私人法案講租管咁，唔涉及佢嘅收入。咁但係即係局長，我等你去答啦。張生，你俾我講埋。咁你可唔可以問下梁振英俾個 consent 我？因為一定係涉及你啲所謂政策㗎啦，同埋施政㗎啦。局長。主席，我剛才都講咗咧，就特首喺嚟立法會答問嘅時候咧，都係表明過咧，係現政府係無意係再引進當年嘅。唔係，咁你講俾個理由啊？嗱，點解係咁咧？點解係全社會都覺得租金已經係好似脫韁野馬咁樣？你由劏房至到豪宅都係天價，骨灰龕同呢個住屋又係一樣咁樣升法，咁你個施政係冇理據嘅咩？你無意我梗係知啦，係咪？你無意去自殺，咁點解你係唔自殺咧？你覺得你條命重要啊嘛？係咪？係咪啊？你唔可以你咁樣做，咁樣當官點當啦？你淨係話無意，我個無意同你過唔去咯，係咪？我有個理由噶嘛，因為租金嘅負擔係令到貧窮人士個可支配嘅收入銳減啊嘛，而你哋租津又抌啲錢落俾個業主嗰度啊嘛，你兩大理據你都答唔到嘅，喂，你唔係啊嘛？即係黃國興問你200個夠唔夠啊？我哋冇意改變，有乜意思啊？局長，主席嗱，我好明白梁議員所關注嘅問題。的確咧，就社會上有幾種意見嘅。有一種意見好似梁議員所講，係認為應該要引進租管，但係都社會上有另一種意見有保留嘅。咁我記得喺立法會裏邊嘅議案辯論都有觸及過有關問題。當時我感覺到咧，就算喺立法會裏邊咧，都有幾種不同嘅睇法。你會唔會做一個大型民調、大型嘅諮詢、大型民調？你會唔會做？局長，短期內1年之內，你等佢答啦，好唔好？
局長。主席，我哋會留意呢個租金嘅情況。嗱，點解我聽唔到你嘅答案我話我會留意租金個走勢情況。你一年之內做唔做？喂，梁國雄議員，你嘅時間夠啦，你可以去第二輪。你唔好主席我，因為你好多時講嘢問下停下，問下停下，問下停下。你都聽到佢冇答啦。咁佢已經嗱，我而家俾埋時間佢答 ，OK？局長，你想唔想答？主席，如果係關於一啲政策方面嘅，無論係房屋政策其他方面呢，當然政府有需要嘅時候呢，都係可以做民調嘅。我哋喺有時間中就其他好多議題都有做民調嘅，去掌握下社會上情況嘅。亦都有啲嘢唔一定民調先掌握到，喺社會上不同嘅聲音。剛才我都回應就係劉議員所講。對租管嘅一啲嘅訴求，的確咧就我都收到嘅，即係梁議員同我講過啦，其他啲團體都同我講，但係亦都有啲其他嘅意見認為咧租管係萬萬不能嘅意見都有嘅。